上一集第1至第3日，坐快艇喺海上蛙鬼城飛馳，遊覽青山綠水嘅黃木村。呢一集第4至第6日去北疆嘅重要景點。第4日去風光如畫嘅喀納斯、遊山灣。第5日去色彩繽紛嘅五彩灘。第6日喺阿勒泰飛伊寧，遊覽當地最熱鬧嘅六星街。第4日由黃木出發，經賈登峪去喀納斯湖、遊山灣。當晚亦都係住喺賈登峪，住呢間黃木假日酒店，早餐就非常豐富。呢度有新疆奶茶、新疆當地特色嘅食物。跟住嘅都係正常中西式早餐食物。呢間酒店嘅早餐算係呢個旅程最好嘅早餐，選擇夠多，食物質素好，完全啱我哋香港人嘅口味。睇返網上資料，訂呢間酒店一晚都要千幾2000蚊，一分錢一分貨，俾多少少團費，有更加好嘅享受。食物真係好多，影都影好耐。有時旅行早餐都好重要，特別係呢啲6、7點鐘起身，隔5、6個鐘頭先至有午餐食，所以豐富同埋普通嘅都盡量影俾大家睇，等大家嚟旅遊嘅時候都有心理準備。除咗食物多之外，生果都多。我想讚下呢個芒果仔都好甜。酒店對面都有地盤起緊酒店，準時7點半出發，由黃木去喀納斯，中間經過賈登峪，沿途的風光都好靚。黃木喀納斯景區可以話一生必去嘅地方，藍天白雲、翠綠森林平原，真係風光如畫。沿途見到咁靚嘅景色山林，我都覺得冇嚟錯。平原上面都好多動物，突然間有隻羊過馬路，山邊都見到好多牛羊悠閒咁食草，路邊都有好多自駕遊嘅住宿。上一集我講咗係蒙古包，有觀眾話呢啲叫做氈房，令我想起一首歌叫做《可可托海的牧羊人》，裏面歌詞都有提及呢兩個字。氈房係游牧民族嘅住房，阿勒泰地區都住咗好多哈薩克族人，住嘅都係呢啲氈房。而家啲民宿經營者都用呢啲氈房作為民宿招待旅客。氈房同蒙古包嘅分別就係氈房就尖頂，蒙古包就比較圓，行車大約個半鐘就到咗賈登峪。呢度亦都係嚟喀納斯湖主要嘅住宿地方，所以呢度都好多自駕遊嘅車停喺度住宿同埋用餐。呢間酒店就係我哋當晚住嘅酒店，我哋喺呢度轉景區嘅 VIP 車，可以直入景區。如果唔坐 VIP 車，就要喺景區入口轉乘佢哋景區嘅區間車，需要排隊。大約10點15分入到景區，首先經過臥龍灣，呢啲就係區間車嘅上落客點。跟住就係月亮灣，離遠都見到河道都似一個彎月。最後就係神仙灣，呢3個灣我哋下晝會嚟。VIP 車喺各個景點都可以隨處停留，亦都唔使行咁長路，慳翻好多時間，舒服好多。慳時間當然要俾多啲錢，租呢啲車都要4、5千蚊一部，羊毛出在人身上，團費都反映翻。我哋首先去嘅地方就係圖瓦人家訪百年老屋，佢哋位於喀納斯湖嘅老村。圖瓦人其實係屬於蒙古族。佢哋屋都係用木做，用入榫嘅方式建造，唔需要用釘。尖頂嘅木屋喺冬天嘅時候，可以將啲雪容易濺落地下，唔會積喺屋頂壓冧間屋。村民都有售賣新疆嘅特色食物狼。而家嘅圖瓦人大約有2500人，佢哋每間屋都有圍欄，喺圍欄裏面都種咗啲花草，綠化自己嘅庭園。佢哋嘅生活半狩獵半放牧。除咗善於騎馬狩獵之外，亦都能歌善舞。而家村民呢啲百年老屋都成為旅遊景點，
招待旅客。喺屋裏面有茶點招待，又有表演。呢間屋一次過都可以招待30-40人，睇嚟收入都唔錯。呢位似係村長都講返，而家旅遊業都改善咗佢哋嘅生活。跟住就係樂器表演，仲有樂隊，仲有用喉音發音嘅呼麥，可以同時發出2個至3個嘅聲音，已經被列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跟住就係男女單人舞蹈表演，跳佢哋嘅民族舞。喺屋裏面大約逗留1個鐘，最後喺屋外面就帶領眾人一齊跳舞。跟住正式入去喀納斯湖，係北疆必去嘅景點。去到呢邊不其然都哇一聲，真係非常之靚。夏天去，藍天白雲，山巒蒼翠。原來呢度都有直升機服務，坐喺直升機上面就好似雀仔咁，欣賞咁美麗嘅湖光山色。當然收費都唔低，最貴差唔多4000蚊，坐25分鐘可以去埋禾木，可以一次過睇晒2個最靚嘅景區。當日天氣非常之好，陽光普照，藍天白雲，湖水清澈，倒影非常清晰。遠處紅頂白屋，呢個景真係無敵，望落似一幅油畫，真係令人難忘。咁難得嘅倒影背景，喺呢個位都影咗唔少靚相。跟住行入去打卡位，同樣都好靚。喺咁靚嘅地方，景色又宜人，真係要盡情影相，留為紀念。雖然當日比較曬，呢度環境真係好舒服。我哋沿住步道正式行入去湖區，呢度竟然有漂流玩。我哋沿住湖邊行入去，兩旁都有樹木，有樹遮陰就冇咁曬，冇咁熱。一邊行一邊可以聽下湖水沖埋嚟嘅聲音。呢度都有船提供遊湖嘅服務，收費大約人民幣120蚊一位，時間大約40分鐘至1個鐘。今次我哋就冇遊湖啦，我哋沿住湖邊行一邊影相，企喺欄杆影相，有咁靚嘅背景，出嚟嘅相都好靚。有喀納斯湖呢4個字，必定係打卡熱點。喺愛你一生一世嘅呢個牌下面影相，夠晒浪漫。正話睇到有漂流，呢度就係售票處，可以玩漂流，證明個湖都唔會太平靜。一路沿住湖邊行，見到佢啲水流都幾急，中間都好多大石，啲湖水穿過大石，水流就更加急。冰川流落嚟嘅湖水真係好清澈。其實喀納斯湖位於阿爾泰山主峰友誼峰嘅南坡，周圍都係冰川。呢啲大石就係俾巨大嘅固體冰川推動落嚟，停留喺湖中間。佢哋叫呢啲叫做古冰川留下的飄瀝。遊完湖光山色嘅喀納斯湖，離開嘅時候見到區間車等車嘅情況，真係非常之人多。當日就喺景區裏面食晏，同樣都係包房，房間都改返啲景點名。我哋呢間就係月亮灣，房間都乾淨整齊。又係開飯嘅時間，見到有大盤雞，呢個燉羊肉湯幾好食，仲有番茄牛肉。其實每餐嘅餸都會超過10個，一定夠食。食飽飽就繼續行程遊3灣，地圖裏面都有標示3個灣之間嘅距離。如果行步道，路程同埋時間都好清楚。我哋坐 VIP 車睇完一個景點，上車去下一個景點，唔使行得咁辛苦之餘，亦都慳返好多時間。我哋由上而下，先去神仙灣。我哋喺步道嘅欄杆影一影相，因為太多人，我哋行前少少嘅位置，嗰邊就比較人少同埋靜，景色同樣都好靚。喺呢度我哋都可以盡情影相，欣賞周邊咁靚嘅環境。湖光山色，青山綠水，真係令人心曠神怡。佢點解叫做神仙灣呢？因為通常喺清晨時分，一大片霧氣喺湖上面形成，好似處身神仙境界。今次我哋就冇機會睇到啦，就睇下網上嘅航拍截圖，原來真係好似仙境一樣。呢隻羊角非常之靚。跟住去月亮灣，
欣賞月亮灣呢個美景，必須離遠企喺高處先可以影到月亮嘅形狀。雖然我哋嚟嘅時候係夏天，山同埋樹有綠有黃，再襯埋湖水嘅藍，顏色都好豐富，再加上咁獨特嘅月亮形狀，出嚟嘅相構圖非常靚。喺呢個最佳拍攝位置，地方都好細，但人就非常之多，個個都爭住影相。跟住就去臥龍灣，嗰邊就比較大，打卡點都比較多，可以周圍行下，影下相。其實臥龍灣上面嘅臥龍係由泥石流積聚而成嘅沙洲，呢個沙洲形狀似一條龍，因而得名。我哋從右邊開始行，可以由龍尾開始睇，行到中間，成條龍嘅形狀就清晰可見。湖水呈現綠色，非常清澈，可以好清楚見到水下面好多地方都有泥石流堆積。可能若干年之後，會有更多唔同形狀嘅沙洲出現。咁靚嘅喀納斯景區，用航拍拍攝會更加靚。And it's just begun as she puts her hand in mine. We wanna chase the night, wanna dance to the light, pull stars from the sky, just two hearts running. 遊完三灣都差唔多6點鐘，返到酒店大約6點8個字。當日嘅晚餐亦都喺酒店食，呢間酒店都係比較簡樸，喺度食晚餐都唔可以要求太高。只可以話不過不失，始終新疆嘅地方都比較大，唔同嘅地方發展嘅速度都會有差異。賈登峪呢邊嘅酒店，聽導遊講，有啲仲係比較舊，一係就冇電梯，一係就冇冷氣。旅行社就選擇有電梯嘅酒店，但係就冇冷氣，夜晚瞓覺就需要打開窗。好彩呢邊日夜溫差比較大，夜晚都比較涼，冇冷氣都冇問題。聽導遊講，之前旅行社選擇冇 lift 嘅酒店，俾啲客投訴。想象一下，每個人攞住咁大嘅行李，如果冇 lift，真係冇可能會接受。相信如果有得揀，旅行社都會揀有 lift 有冷氣嘅酒店。第5日嘅行程，去五彩灘，夜晚就住阿勒泰。呢度嘅早餐都冇乜選擇困難症，算係一眼睇晒。茶就係用熱水自己加茶葉。呢份就係當日嘅早餐。8點鐘準時出發去五彩灘。當日嘅天氣預測非常炎熱，最高氣溫去到35度。喺賈登峪呢邊風景依然好靚。越向五彩灘進發，又開始進入戈壁地帶，會變得又乾又熱。喺呢啲中途休息站，見到新疆嘅特色飲品沙棘汁，聽講話對身體都好有益。就新疆出名嘅生果，例如扁桃、提子。呢度嘅氣候比較乾燥，落台油就夠滋潤，快吸收。嗰邊賣100蚊3樽。旅行社又送咗啲禮物俾我哋，呢個飾物都幾靚。剛才提過，越近五彩灘就越進入佢哋嘅戈壁地帶，差唔多10點半就到達五彩灘。嚟五彩灘就係欣賞雅丹地貌，呢度嘅色彩更加豐富。灘嘅對岸有胡楊林，中間就隔咗條河。景區門口呢幅牆寫住五彩灘，入去之前唔使講，都會喺呢度打張卡。入到去非常空曠，可以話冇瓦遮頭。如果夏天嚟嘅話，又熱又曬，最緊要做足防曬準備。好彩呢邊雖然熱，但係就乾燥，熱得嚟都唔會太辛苦。旁邊都有啲鋪頭可以食下嘢。前面啡啡地色嘅就係觀景台，途中都有雅丹地貌4個大字嘅打卡點。登上呢個觀景台，可以俯瞰整個五彩灘。
上到觀景台，整個五彩灘周邊嘅環境都一目了然。對面綠油油、非常茂密嘅胡楊林，中間嘅河，就有周邊嘅風車，當然就有色彩繽紛嘅五彩灘。你會發現呢邊就似戈壁，對岸就綠油油，兩岸嘅地貌都好唔同，可以話相映成趣。離開觀景台，就沿住步道近距離欣賞五彩灘唔同色彩嘅岩石。講返五彩灘，其實佢哋係由多種礦物質同埋地質共同造就。佢嘅土質主要係砂岩、泥岩同埋沙礫岩，係典型嘅沉積岩。佢顯現出嚟嘅多種色彩，主要係岩石裏面嘅礦物質含有多種金屬元素，經氧化之後呈現唔同嘅顏色。例如鐵元素氧化之後就呈現紅色、褐色；錳元素就形成黑色同埋紫色。黏土礦物例如高嶺石會帶嚟黃色、綠色嘅色調。每次長途旅行都好中意欣賞唔同地方嘅地質地貌，從中都學咗好多地理知識。原來五彩灘係唯一一條親水嘅雅丹地貌。呢條阿爾齊斯河係中國境內唯一一條河流向西流，經哈薩克斯坦、俄羅斯流入北冰洋。企喺岩石上面嘅步道，又可以欣賞對岸嘅胡楊林同埋藍色嘅清澈河水。我覺得真係可以媲美藍色多瑙河。近距離真係睇到好多唔同顏色嘅岩石，有紅、有黃、有綠、有紫，色彩繽紛，真係大開眼界。呢啲大自然獨有嘅色彩，可以話嘆為觀止。之前提到嘅胡楊，當地形容呢啲樹千年不死，死後千年不倒，倒後千年不朽。喺呢啲乾旱嘅地區，生命力非常頑強。航拍拍出嚟嘅五彩灘，可以一次過睇晒佢嘅色彩，非常震撼。遊完咁獨特嘅五彩灘，大約1點鐘左右就去食晏。呢間連鎖品牌嘅飯店都開到嚟新疆。呢一餐嘅特色菜係一品紅燒肉，呢度話就係湖南菜，不過食落啲餸都唔覺得辣，可能係導遊交代廚房煮嘅時候遷就返我哋香港人嘅口味。呢個蒜蓉蒸蝦好好食，主角出場，呢個紅燒肉都炆得夠腍夠入味。炸饅頭都炸得幾香口。食完午餐就去另一個景點，就係戈堡紅麻花海。其實係深圳一位投資者喺呢一個戈壁沙漠開墾種植紅麻，開設工廠，將紅麻花提煉生產成健康飲品。呢位投資者2002年開始用咗好多時間、金錢、技術開墾沙漠，先至有而家嘅規模。10幾年前已經受到國家領導人嘅讚賞。參觀完佢哋嘅工廠，就坐車進入佢哋嘅花海景區。佢哋嘅種植場非常之大，佔地2萬幾畝。花海最佳嘅觀賞時間係6月至8月，我哋去嘅時候接近7月下旬，已經錯過咗最佳觀賞嘅時間。話雖如此，啲花粉紅色，如果遇上茂盛嘅時候，一大片粉紅色，應該都好震撼。睇完咁大嘅種植場，坐車去呢個地標，呢個位置係距離海岸最遠嘅戈壁。喺呢個地標建築物裏面，佢哋都請我哋飲佢哋嘅健康茶，同埋展示用麻纖維製造出嚟嘅產品。最後就嚟到呢個好靚嘅位置，就係濕地淺水湖。自從呢度種咗大量嘅植物，改善咗呢度嘅生態環境，多咗雨水，逐漸形成咗呢個濕地淺水湖。湖上面都見到好多藻類漂浮。我好中意呢個景色，離遠望真係似一幅油畫。呢度都影咗少少航拍。大約6點鐘就去到阿勒泰，呢度食晚飯嘅地方都比較有規模。原本我哋訂咗包房，但係嗰日啲包房就滿晒，需要安排坐大房。呢一餐嘅特色菜就係烤鴨，呢一餐食返好啲，補返前一晚。
當晚住嘅酒店屬於4星級，兩張房卡嘅畫都好可愛。嚟到亞勒泰比較繁榮嘅地方，啲酒店都唔會太差。呢度嘅設計都係採用比較開放式。酒店房間設備都係正正常常。電視機旁邊嘅壁布板都貼咗啲地圖，介紹返酒店去唔同景點嘅距離。見酒店附近都好多滑雪場，相信冬天嚟呢度滑雪嘅人都唔少。第6日，我哋喺亞勒泰坐落陸機飛去伊寧，早餐7點半開始。因為落陸機嘅時間都比較晏，我哋出發嘅時間大約10點45分，所以都可以瞓耐少少，晏啲來食早餐。當日嘅早餐都算多嘢食，食完早餐休息一陣，準時10點45分出發。酒店去機場都好快，大約15分鐘就到達雪都亞勒泰機場。亞勒泰嘅機場唔係好大，check in 咗之後入去候機室，去呢間唯一嘅餐廳食我哋嘅午餐，每人一碗麵。其實旅行社有得俾我哋揀。一係喺酒樓食咗先去機場，因為我哋驚太趕，所以情願早啲到機場，喺機場裏面食。今次嘅班機係1點55分，呢程內陸機就唔係直航，需要先飛去圖木舒克，再去伊寧，時間比直航多咗2個半鐘。喺圖木舒克機場喺候機室等半個鐘再上機。其實圖木舒克已經屬於南疆，由南疆再飛返北疆嘅伊寧。大約5點35分就降落伊寧，離開機場嘅時候大約6點鐘。睇嚟嗰邊嘅機場保安都好嚴密。伊寧係屬於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嘅首府，呢個自治州嘅人口大約280幾萬，伊寧常住人口大約70幾萬，擁有40個民族，當中維吾爾族佔大約47%，漢族大約37%，剩低嘅就係哈薩克族、回族、蒙古族等等。由機場坐大約25分鐘嘅車就嚟到呢個6星街。6星街係屬於伊寧一個古老街區，佔地大約47公頃。由上世紀30年代中期，由一位德國工程師根據當時嘅省政府推行嘅6大政策理念規劃設計。6條主街由中心廣場放射出去，呈現獨特嘅6邊形形狀。喺呢度都融合咗多種民族嘅建築元素，有維吾爾族民居嘅雕花拱門、塔塔爾族小院嘅彩繪窗、俄羅斯族嘅木刻房屋等等，展現咗濃厚嘅歷史氛圍同埋多元文化嘅交融特色。而家6星街都成為國家級嘅旅遊休閒街區，有街巷嘅觀光、文化展示、庭園旅遊、餐飲娛樂、工藝品加工、零售等等。沿路除咗商鋪之外，仲有街邊嘅攤檔賣啲飾物、手工藝品。我哋都去咗呢間伊古屋參觀，係一間比較有特色嘅古着店，裏面賣嘅主要都係民族特色嘅衣服，仲有好多國外嘅明信片。跟住行去附近嘅手風琴臨時展館，展館門口都有2個好特別嘅樂器裝置俾你哋打卡影相。打開佢，個人可以坐喺裏面影相，都幾搞笑。手風琴嘅藏品超過1500架，由一位俄羅斯人捐贈出嚟。原本嘅亞歷山大手風琴珍藏館正在升級改造，展品就擺咗呢個臨時展館裏邊。跟住就係庭園旅遊，行入去，裏面由充滿民族特色嘅房屋組成，中間就佈置成庭園花園，可以喺呢度隨便打卡影相。喺呢度影相夠晒 colourful。每間屋都有特色商鋪，呢邊就係賣即製嘅俄羅斯麵包，佢哋叫列巴，大大個，20幾蚊一個，裏面有好多餡料。我哋團友都買咗個試食。
除咗俄羅斯麵包，仲有俄羅斯餐廳。俄羅斯特色陸續有嚟，呢間就係伊曼爺爺飲品工房，售賣特色飲品卡雅斯，其實就係低酒精濃度嘅啤酒，現場新鮮即製。呢個伊曼家族100年嚟輾轉由西伯利亞嚟到伊寧，呢間屋就比較大，係一間書畫工作室、文化交流中心，裏面主要都係售賣油畫。遊覽差唔多到8點，就係食晚飯嘅時間。睇個鋪頭名就知道今日有烤羊食。鋪頭面積都好大，除咗露天座位，仲有室內2層。我哋嘅包房就喺樓上。經過呢間大房，佈置非常有特色，好有少數民族嘅風味。原來佢哋食飯唔係坐凳，係用軟墊坐地下。參觀完就去返自己嘅包房。中間都經過一間細包房，吊燈同埋分酒器都好靚。我哋間房就大啲。今餐嘅飲品除咗啤酒，同埋我哋剛才見過嘅卡雅斯，呢個味道就加咗蜂蜜，冰冰凍，甜甜地，少少啤酒味，幾好飲。呢個就係團友買嘅俄羅斯麵包列巴，裏面原來好多核桃紅莓，非常好食。開餐時間有牛，今餐嘅特色菜烤羊腿，烤得好香，羊肉都好嫩。有手抓飯、羊肉串，呢個烤餅都好好食。我哋食完酒嘅時候，大約9點鐘，嗰晚係星期六，呢間餐廳都非常旺場，現場都見到烤羊嘅爐，聞到都香噴噴。除咗烤羊，仲有啲招牌菜，例如大盤雞、伊犁河醋椒魚，仲有啲特色飲品沙棘酸奶。6星街算係旺區，嗰晚星期六，交通非常繁忙，車多擠塞。我哋等返自己嘅巴士都等咗好耐。地理時差嘅關係，嗰邊嘅日落時間大約10點。喺伊寧我哋會逗留2晚，可以方便喺酒店裏邊洗衫，又或者用酒店嘅洗衣乾衣服務。呢間酒店品牌，我哋喺烏魯木齊都住過，設備都係差唔多嘅啫。茶水間就多咗一部膠囊咖啡機，但係就唔見有放濕器。連鎖式嘅酒店，設備都係大同小異。睇返個旅程，呢個品牌嘅酒店，成個行程都住咗幾晚。住到呢啲級數嘅酒店，自己都覺得幾滿意。4至6日嘅行程就到此為止。第3集預告，第7日會繼續留喺伊寧，去市內嘅客贊旗民族旅遊區，坐馬車遊覽，睇民族歌舞表演，跟住去大西洋最後一滴眼淚嘅賽里木湖。第8日會穿越最美公路獨庫公路，去巴音布魯克大草原，睇9曲18彎。如果大家想繼續收睇呢個咁精彩嘅新疆行程，記得訂閱同埋撳埋鐘仔，下一集出片你就會收到即時嘅通知。多謝大家收睇，記得 like、comment、share、subscribe，我哋下條片見啦，拜拜。